今仔日是9月中阳，南投草屯的新丰社区邀请到庄仔头的长辈甲小朋友来同乐，学做粿、学画图，有见到老人甲囡仔的感情。时代和小朋友做伙做红菇粿，上阵灯会秀有吉祥。因为中央节，新丰社区的妈孙仔做伙庆祝属于阿公阿嬷的日子。我很开心。做粿给阿公阿嬷吃。做粿给阿公阿嬷吃。我们有做红菇粿和蚵仔粿。祝阿公阿嬷重阳节快乐！体验做粿这件事情是第一次，尤其是现在的社会，几乎孩子都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体验，所以今天他们都很开心。透过传统技艺传承，幼稚园的小朋友到社区和时代学做粿，更有优惠 DIY 体验。在热烈的活动当中，促进妈孙仔的交流，创造更较侪美好的回忆。厝里孙仔大汉啊，这细汉啊，感觉较趣味的。画画，囡仔这会当甲老人家一个亲子互动活动。在这中央敬老的重要日子，草屯镇新丰社区用心规划，融合社区阿嬷做粿好手艺，妈孙仔互相陪伴，做伙学习。